大家好，歡迎嚟到三餐四記，我是阿晴。有冇試過滿心歡喜喺廚房蒸罐頭，諗住可以食到一籠白胖胖、軟麻麻嘅靚罐頭，點知一揭開個鍋蓋，嗰一刻真係想喊出嚟。啲罐頭又係死實實，硬過舊石頭，仲要表面坑坑烏薄烏薄，一啲都唔靚。再唔係就係蒸嗰陣明明發得好好地，一熄火開蓋，啲菌頭就喺你面前瞬間塌晒落嚟，縮到又黃又皺，完全係泄氣皮球咁嘅樣。你諗極都唔明，點解人哋街市買嗰啲菌頭可以咁白咁效卜卜，自己跟住食譜做，次次都係時好時壞，完全靠運氣。其實蒸攰那頭一啲都唔難，只要捉住麵粉、水、酵母嘅黃金比例，再留意3個關鍵細節，就算你係從來未整過包點嘅新手，都一樣可以一次就成功。蒸出嚟嘅菌頭靚過早餐鋪賣嗰啲，白淨又鬆軟，攤凍咗都唔會變硬。今日阿晴就將呢個跟咗我好多年，從來唔會失手嘅家傳菌頭配方同技巧，毫無保留咁同大家分享，包保你睇完即刻做到。記得睇到最後，阿晴有總結俾大家，仲有互動問題想同大家傾偈。而家先幫手撳個讚，訂閱埋三餐四季頻道，再開埋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阿晴每個禮拜嘅廚房秘笈啦。蒸罐頭要成功，首先個配方就要準確，唔可以大約啦，是但啦。你估下，出嚟嘅效果就會好似買6合彩咁，有時中，有時唔中。阿晴今日話你知一個最穩陣嘅黃金比例，你只要跟住呢個數字去做，就一定唔會出大事。呢個配方嘅基礎係用普通嘅中筋麵粉，即係我哋平時喺超級市場最易買到嗰種，用嚟整罐頭、整麵條嗰種就啱晒。你攞1個磅，準確咁量到500克嘅中筋麵粉，呢個就係你嘅基準，即係100%。跟住就係水嘅份量，你需要用嘅係溫水，溫度大約係你用手摸落去覺得暖粒粒，但又唔會辣手嗰種，大約係38度以下。呢個溫水嘅份量係麵粉嘅50%至52%，即係大約250至260克。點解會有個範圍呢？因為唔同牌子嘅麵粉，佢嘅吸水能力都會有少少唔同。你可以先落250克，如果覺得個麵手太乾，再加多10克8克就夠。跟住就到酵母，你要用嘅係即用乾酵母，即係超市一包包嗰種，佢嘅份量係麵粉嘅1%，即係500克麵粉就用5克酵母。呢個比例好緊要，酵母太多會令到菌頭有陣酸味，太少又發唔起。然後就係白糖，白糖嘅份量係5至8克，呢個份量唔係用嚟令到個菌頭變甜嘅，而係用嚟做酵母嘅食物，即係我哋成日講嘅靈魂助發劑，可以令到酵母更加活躍，發得更加靚。最後，如果你屋企有，可以加5克嘅粟米油或者豬油。呢個係阿晴嘅獨家小秘訣，可以令到蒸出嚟嘅葵頭表皮更加光滑，好似打咗水光針咁靚。你將所有材料量好晒，擺喺度，咁就已經成功咗一半。材料預備好之後，就嚟到和麵嘅步驟。你唔好諗到和麵好複雜，其實只要跟住阿晴嘅方法，一啲都唔難。首先，你將嗰5克酵母同5至8克嘅白糖一齊倒入你晾好嘅溫水入面。你會見到啲酵母同糖慢慢融入水入面，你攞隻筷子輕輕攪幾下，然後就擺埋一邊，等佢靜置大約2分鐘。你會見到水面上開始起咗一層好細微嘅泡泡，呢個就代表你嘅酵母已經被成功激活咗，佢哋已經準備好開始工作啦。如果你等咗5分鐘都冇動靜，咁你就要檢查下你啲酵母係咪過期，或者你嘅水係咪太熱，將佢哋燙死咗。跟住你就將呢碗已經激活咗嘅酵母水分幾次倒入你嗰盤500克嘅麵粉入面，你一路倒，一路用一對筷子順住一個方向攪拌，你慢慢會見到本來係粉狀嘅麵粉同水嘅藏之後變成咗一泥唔規則嘅麵碎，一粒粒細細嚿嘅。你要攪到成個盤嘅麵粉都變成呢種麵碎狀態，望落去冇晒乾粉，就代表水分已經均勻咁分布喺麵粉入面。呢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落手去搓，你將所有麵水揸埋一嚿，然後就開始用力搓。搓麵嘅手法好簡單，就係用你嘅手掌根部將個麵手向前推，然後折返嚟再推再折，
初嘅時候，個麵手會好粗糙，表面凹凸不平，好似一嚿爛布咁。但係你唔使氣鬆，繼續搓大約5至8分鐘，你就會發現個麵手慢慢變得光滑，你隻手同個盤都變得乾淨。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三光：面光、盤光、手光。搓到呢個程度就代表你個麵手已經搓好啦。跟住就係第一次醒法，你將搓好嘅麵手放返入個盤度，上面冚上一層保鮮紙，或者用條濕布冚住佢，目的係防止麵手表面嘅水分蒸發變乾。然後將佢擺喺一個溫暖嘅地方，等佢慢慢發酵。至於發酵要幾耐呢？呢個好睇你嘅環境溫度，夏天可能1個鐘左右，冬天就可能要2個鐘甚至更耐。但係時間只係一個參考，最重要嘅係要學會點樣判斷佢發好未。最準確嘅方法就係用手指沾啲乾麵粉，然後插入個麵手中間，吉一個窿。如果你吉完之後，個窿可以保持原狀，完全唔會回縮，亦都唔會塌陷落去，咁就代表發酵成功。跟住你再將個麵手拉開少少，你會見到入面充滿咗密密麻麻，好似蜂巢一樣嘅網狀蕨稿。仲有好多一條條嘅拉絲，呢個就係最完美嘅發酵狀態。如果你吉入去，個麵手好似泄氣咁扁晒，咁就代表發過籠啦。如果個窿即刻縮返埋，就代表仲未發夠，要再等下。好啦，第一次發酵成功之後，你以為就咁可以分割整形？拿去蒸錯啦！呢個步驟如果做得唔好，你之前嘅努力就會前功盡廢。呢個步驟就係排氣。可以話係決定你個罐頭表面光唔光滑，入面組織細唔細緻嘅命門所在。你將發好嘅麵手從個盤入面攞出嚟，放喺你嘅砧板上面，你會發現個麵手比之前掹大咗好多，入面充滿晒空氣。你需要喺砧板上面撒少少乾麵粉，防止黐底，然後就開始用力搓油。呢次搓油嘅手法同之前有少少唔同，你要用你嘅手掌根部用力將個麵手向前推壓。將佢推成長條形，然後將佢對接，再推，再對接。呢個動作，阿晴通常會重複做3至5分鐘。你會聽到搓嘅時候，麵手入面嘅氣泡被你擠低壓時發出啪啪嘅聲響。呢個就係排氣嘅過程。你搓得越耐，啲氣泡就排得越貼底。點樣先算搓好呢？你可以攞把刀，將個麵手切開一刀，睇下個切面。如果你見到個切面係光滑細緻，完全冇一粒粒嘅氣孔嘅，好似一塊厚實嘅布咁，咁就代表你排氣成功。如果你切開仲見到好多大大小小嘅窿，咁就代表你搓得唔夠，要繼續努力。排完氣之後就係分割同整形。你將個大麵手搓成長條形，然後用刀將佢切成一個個大小均勻嘅小麵手，每個大約60至70克左右。呢個大小蒸出嚟啱啱好，切好之後就係整完嘅步驟。呢個都係一個考功夫嘅地方。你將一個小麵肘攞起嚟，用你嘅手掌心將佢笠起，然後喺台面上面快速咁順時針方向旋轉搓完。搓嘅時候，你要將個麵手嘅收口位收喺底部，然後將佢稍微向上拔高少少，整成一個類似半圓形嘅形狀。點解要拔高？因為棍頭喺蒸嘅過程入面會橫向旁興，如果你一開始整得太扁，蒸出嚟就會變成一個扁扁嘅餅，而唔係一個靚靚嘅圓棍頭。你將所有小麵手都搓完整形好，整整齊齊咁排喺台面，佢哋望落去就好似一排準備好接受訓練嘅士兵，咁預備好進行最後嘅衝刺。好多街坊就係衰喺呢一步，佢哋以為整好形狀就可以直接拎去蒸。結果出嚟嘅滾頭硬過石頭。其實整形之後嘅滾頭需要進行第2次醒發，呢個步驟絕對唔可以跳過，佢係決定你個滾頭最終會唔會鬆軟嘅關鍵。你將整好形狀嘅棍頭生坯一個一個放喺你嘅蒸籠入面。如果你個蒸籠係不呈鋼嘅，記得要喺底層掃上一層薄薄嘅油，又或者鋪上一塊藍膠團或者烘焙紙。咁就可以防止棍頭蒸熟之後黐住個底。你擺嘅時候，每一個棍頭之間要留返大約2隻手指嘅空隙，因為佢哋喺2次醒發同蒸嘅過程中會繼續膨興變大。如果擺得太逼，佢哋會黐埋一嚿，分開嗰陣就會破壞咗個外形。擺好之後，你就冚上個鑊蓋，等佢哋喺入面進行第2次醒發。呢次醒發嘅時間大約需要15至20分鐘。
但係同第一次一樣，時間只係參考，你要學識點樣判斷佢醒發好未。阿晴教你3個判斷方法，你記住一看二拿三按。第一，看就係用對眼去觀察。你會見到本來細細粒嘅框頭生坯，體積明顯大咗，大約係原本嘅1.5倍左右，個形狀變得更加圓潤飽滿，望落去啱卜卜，好有彈性。第二，拿就係用手去感受。你輕輕攞起其中一個棍頭，你會覺得佢比起剛剛整形嗰陣輕咗好多，個感覺就好似攞住一嚿棉花咁輕飄飄嘅。第三按就係用手指去測試，你用一隻手指輕輕咁喺棍頭嘅表面按一個小凹洞，然後放開手。如果個凹洞可以好緩慢、好溫柔咁慢慢回復原狀，但係又唔會完全彈翻起，咁就代表2次醒發嘅狀態係最完美嘅。如果你一按個肩頭就塌咗落去，完全唔識彈起，咁就代表你醒發過咗頭，蒸出嚟嘅肩頭會好大陣酸味。如果你按完個凹洞即刻彈翻起，就代表醒發得唔夠，要再等一陣。2次醒發完成之後，終於嚟到最後嘅蒸製環節。呢個步驟看似簡單，但係亦都係好多街坊失敗嘅地方。明明見到啲菌頭喺鑊入面蒸嗰陣，嗱卜卜好靚，點知一打開個蓋就瞬間塌晒，真係好令人沮喪。其實呢個問題係有得解決嘅，只要你跟住阿晴嘅方法去做。首先，你嘅蒸鍋要加入足夠嘅凍水，記住係凍水，唔係熱水。然後將你擺好咗菌頭嘅蒸籠放上去，冚好個蓋，開大火。呢個做法就叫做凍水落鑊。好處係等啲菌頭可以隨住水溫慢慢上升，而繼續進行最後嘅澎慶，效果會更加好。你等個大火將啲水燒滾，你會見到個鑊蓋邊開始冒出大量嘅蒸汽，呢個時候就代表個鑊入面已經上咗氣。跟住你就將個火由大火轉做中火，繼續蒸大約15分鐘。點解要轉中火？因為如果全程用最大火，蒸汽太猛烈，會令到菌頭表面產生好多凹凸不平嘅氣泡，影響外觀。用中火慢慢蒸，可以令到菌頭均勻受熱，出嚟嘅表面就會更加光滑。蒸夠15分鐘之後，最關鍵嘅時刻到啦，記住千祈唔可以即刻打開個鑊蓋，因為你一出力打開個蓋，外面嘅凍空氣就會瞬間湧入，同鑊入面嘅熱蒸氣相遇，形成一個急劇嘅溫差。啲掛頭就會因為呢個冷縮熱幸嘅物理現象而即刻塌陷回縮。所以你要做嘅係熄火，然後就咁擺佢喺度，等佢繼續喺個鑊入面焗多3至5分鐘，等鑊入面嘅溫差同氣壓慢慢同外界達到平衡。你可以喺個鑊蓋上面放一個計時器，等自己唔會唔記得。呢個焗嘅過程就係防止肩頭回縮嘅最重要絕招。時間夠之後，你先好慢慢揭開個蓋，但係都唔好一下子成個蓋攞走。你要先將個蓋側開一條罅，等啲蒸汽慢慢散走，然後先至成個蓋揭開。咁樣做仲可以防止個鑊蓋上面嘅倒汗水滴落嚟，整濕個蓋頭表面，形成一揦泥死皮。你採取呢個側開蓋嘅方式，就可以確保好你嘅 cream 頭個個都白白淨淨、靚靚仔仔。好啦，經過一輪漫長嘅等待同細心嘅呵護，你嘅靚 cream 頭終於可以出爐啦！你揭開個鑊蓋嗰一刻，見到一籠白雪雪、烤卜卜、熱氣騰騰嘅箍頭，嗰種成功感同喜悅，真係非筆墨所能形容。你睇下佢哋每一個都係咁飽滿，表面光滑得嚟，仲帶住一層自然嘅光澤。靚過早餐鋪賣嗰啲。你等佢稍為探凍少少，然後用手攞起一個，你會發覺佢係輕飄飄嘅，完全唔會咀手。跟住你雙手用力將佢掰開，你會聽到嘶一聲，入面嗰種細花蠻密嘅組織即刻展現喺你眼前，一個個均勻細小嘅氣孔，就好似一朵朵白色嘅雲朵咁靚。你放一嚿入口，口感鬆軟得嚟，又帶有嚼勁，食到麵粉天然嘅甜味。完全唔使送任何餸，就咁食都已經好好味。為咗方便大家記住今日嘅技巧，阿晴將佢哋歸納成為一個簡單易明嘅口撇。你記住呢幾個重點。第一個係拼，所有材料都要拼過渡過，黃金比例係500克麵粉、250克溫水、5克酵母、5克糖，準確嘅份量係成功嘅基礎。第二個係溫，和麵嘅水一定要係溫水，大約38度，用手摸落去暖粒粒就啱，太熱會殺死酵母，太凍又發唔起。
第三個係搓，第一次發酵之後，一定要搓狠排氣，將入面嘅大氣泡全部搓走，搓到個切面光滑細緻，呢個係棍頭表面光滑嘅關鍵。第四個係等，整完之後要等佢二次醒發，睇到佢變大1.5倍，攞起嚟輕飆飆，按下會慢慢回彈，先至可以開火蒸。第五個係焗。蒸完之後要焗多幾分鐘，熄火之後焗3至5分鐘先揭蓋，仲要側開個蓋，防止倒汗水同冷空氣整塌啲結頭。你記住呢5個字，跟住阿晴嘅步驟去做，包保你以後蒸芋頭次次都成功，永遠唔會再失手。今日同大家分享完呢個萬無一失嘅蒸芋頭秘方，唔知大家覺得點呢？蒸芋頭呢家嘢真係由細食到大，但係唔同人嘅屋企可能會有唔同嘅做法同口味。阿晴今日介紹嘅係最基本嘅白葵頭，但係我知道好多街坊都中意食有變化嘅，例如會加啲南瓜蓉落去，變成金黃色嘅南瓜菌頭，又或者加啲紅草碎、黑芝麻粉落去，變成唔同口味嘅特色菌頭。最近天氣開始轉涼，你諗下喺呢種涼涼地嘅天氣，朝頭早起身可以蒸返2個熱辣辣、新鮮出爐嘅白葵頭，配上一杯熱豆堅或者熱牛奶，嗰種溫暖嘅感覺真係由個心度暖出嚟。又或者夜晚收工返到屋企，用嚟送返碗熱湯，都係一種好簡單又好滿足嘅享受。唔知你哋又會點樣處理呢？你係中意就咁食原汁原味嘅白葵頭，定係會諗辦法加啲花神，整成唔同口味嘅花式葵頭呢？你蒸卡頭嘅時候，有冇試過加一啲自己嘅獨門配料，例如加啲牛奶代替水，或者加啲煉奶落去，等佢更加香呢？阿晴好想喺留言區睇到你哋嘅分享，等你哋話俾我知你哋嘅心水做法。你哋仲可以講下，你哋平時蒸棍頭最常遇到嘅問題，係咪都係好似阿晴開頭講嘅咁又硬又塌呢？你試完阿晴今日教嘅方法之後，有冇成功咁蒸到一籠靚葵頭啊？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等阿晴都同你一齊開心下。如果你中意阿晴今日嘅分享，覺得對你有幫助，記得幫手撳個讚好嘅按鈕，支持一下阿晴。仲有千祈唔好忘記訂閱三餐四記頻道，同埋撳埋旁邊個小入檔，咁就唔會錯阿晴下次嘅分享啦。你哋嘅每一個讚好同訂閱，都係阿晴繼續努力嘅最大動力。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